又係一場 Eason 對 Mason， 楊紫瑤同陳靜齊以超性感嘅造型出席代言活動。如果齋睇事業線 ，Carol 就應該長少少，唔知係咪因為贏咗 Dada 呢？講到同對方嘅不和傳聞 ，Carol 就話冇啲咁嘅事啦。不嬲都冇事㗎喎，因為其實我哋私底下雖然就唔係朋友嘅，因為大家其實私底下都唔識嘅，咁但係又從來都冇乜過節，所以就都冇大家講咁誇張。喺入邊，我哋頭先喺入邊都已經有講有錢齊玩，因為同埋我呢個角色係雙子啊嘛，咁如果得一個人嘅話，又好似好唔合理，咁所以就一定會有多個同我一齊做㗎嘛。同場較量，乜你唔怕人哋用你哋嘅身材做比較咩？其實要比較都冇辦法，因為人哋要比較，我都冇可能揞住佢把口㗎嘛。咁但係我覺得我接咗呢個 job， 我會做翻我自己嘅本分。咁人哋要比較嘅話，都係人哋嘅事啦。邊個身材好啲啊？自己覺得，我覺得各有各好啦，個個都好。